曾看过这么一段话：因为受伤过才知道要防备，因为经历过才知道要伪装，因为心寒过才知道要坚强。人这一生总要寒心一次，才能看懂这世界的真真假假，体会这人情是是非非。人这一生总要寒心一次，才能看清一些人。老话说，熊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当你有钱有势时，朋友多如雨后春笋；当你无钱又无权时，就会发现真心一颗难求。有时候落魄一回也未必不好，至少它能让你看清谁是真心我来的朋友，谁是只能说嘴的小人。这些在你风光时锦上添花的，永远比不上于事实给你雪中送炭的。人这一生总要寒心一次，才会明白一些事。这世上有些人对你热情，并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因为有利可图。有些人对你巴结讨好，并不是因为欣赏，只是想占便宜罢了。假意随处可见，真情可遇不可求。别总是吹嘘你认识了多少人，重要的是在你落魄时，有多少人认识你。别说谁的嘴巴多甜，重要的是看你需要时，他的行动能有多少。人这一生总要寒心一次，才能懂得一些理。虚情假意的朋友再多，不如真心对你好的人一个。虚伪算计的人，不值得你浪费一分一秒。真诚炙热的友，永远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宝。对你虚夷委夷、两面三刀的人，配不上你的好。与你肝胆相照、两肋插刀的朋友，一生珍惜又何妨？真正的朋友是风雨中的伞，是孤单时的伴，是一辈子的好福气。很多时候，人要是不经历一些事情，就根本没法同感深受。只有自己亲身体会过，才能有最直观的感受，才能看清这世间的真真假假。